哇，今天玲玲姐會帶我們去哪一個廟呢？哇！今日犀利啦！呢個好出名嘅廟，呢個就係紅磡嘅觀音廟。咁佢咧就喺紅磡嘅差館里啦。呢個廟咧喺清朝同治12年嘅時間，即係大約1873年嘅時間就已經起咗。咁係超過150年嘅歷史，係香港最香火鼎盛嘅廟之一。咁同埋咧，當年呢個廟咧就係話曾經喺打仗嘅時間咧，尤其是喺日本侵略香港嘅時間咧，居民附近咧就係好多嘅即係爆炸啦，或者係損耗啦，但係又剩翻呢間廟冇事喎，所以咧呢間廟係大家特別覺得非常之靈驗嘅。而家好多時候咧都會有人嚟到參拜，尤其是咧觀音開庫嘅時間就犀利啦，係整條街排滿晒。其實香港咧都有好多嘅觀音廟，有一啲相對上好似呢間咁出名嘅，譬如呢個紅磡觀廟啦，又或者嚟講咧喺中環更接近上環有一間觀廟，又係好歷史悠久，又亦都每逢去到差唔多觀音開庫嘅前一日咧，就係人山人海嘅。咁通常觀音開庫係幾時咧？係正月26。咁正月26觀音開庫咧，大家就會去排隊攞一個嘅意頭。而觀音開庫係源於乜嘢咧？係源於有幾個唔同嘅版本嘅，就係話因為咧其實係五百羅漢想考驗一下觀音喎。咁相傳觀音大死人間修行嘅時間咧，五百羅漢就化身為真人向佢討食。觀音見到大家都咁肚餓，就唯有打開倉庫咁煮一啲嘅齋嚟到施食啦。後嚟咧就成為開庫濟世，同埋演變成為今時今日嘅觀音開庫。好多朋友認為，咦，觀音開庫係咪一定係借錢㗎？嗱，咁當然借到真正嘅財富係最好啦，但係其實要記住喎，健康都係財富嚟嘅。咁所以咧，當你去進行呢個觀音借庫嘅時候，千祈唔好介意真係話借到幾多，亦都間廟嘅做法係唔同嘅。有啲比較細嘅廟咧，你就會攞翻一個觀音嘅令牌走翻屋企拜咗神之後，有一啲咧你就會抽到一封嘅利是，呢個利是入邊咧就寫住有幾多錢，譬如你寫住3000萬。咁佢就預示住你嚟緊嗰年可能揾到3000，但係你又唔使即刻好開心住，因為呢個係一個象徵嘅數目。當然最大嘅可能係5000萬或者1億。我頭先都講過啦，間廟嘅做法唔同。嗱，咁都係好多人咧喺觀音借庫祈求財運比較旺啦，有正財嘅收入啦，有穩定嘅收入啦，祈求一個家宅平安同埋事事順利嘅。咁通常咧係觀音開庫，我哋話正月26之前一晚，即係25晚。咧就開始同等呢個頭炷香係一樣嘅道理。觀音開庫我哋都要有一個借庫嘅流程㗎嚇，同埋中國人話心誠則靈，你能夠自己親自去到去上香買一啲嘅水果啊、香燭啊，但係因為觀世音菩薩係茹素嘅，唔好帶肉入去個廟入邊啦。咁你可以自己去做都係最好。但係如果有啲朋友都會覺得，因為可能地區或者位置所限，你想叫人代做都無可厚非嘅。但係最緊要就係心誠則靈嚇，同埋當你叫人代辦嘅時間，你自己都要有少參與嘅程度嘅。好多時個過程就係話，你去到觀音像面前咧，上香啦，買啲嘅供品啦，包括住係一啲嘅香燭啦、衣紙啦、水果啦。好多時水果我哋都會買唔同顏色嘅水果嘅，綠色果即係6種唔同顏色啊。一定必須有嘅就係蘋果啦、平平安安啦、橙啦，或者你想買金啊嗰啲都得。就好少用瓜同埋梨嘅喎，因為個諧音廣東人嚟講咧就唔係咁靚。香蕉反而可以招財喎，此咧就代表住事事如意。同埋記住中國人話，有借有還，上等之人。借過庫嘅朋友咧，其實最好咧喺你下次再嘅時候記得還咗先喎。還庫嘅程序亦都係一啲唔同嘅金銀，你舊年借咗幾多，咁你買翻一啲數目去先還咗，然後再借過，咁就自然特別有運啦。那還庫的時候，我們就是借庫的時候擺的什麼樣的貢品，還的時候再給他同樣的貢品是嗎？都得嘅，咁同埋最緊要係加上一啲你曾經借庫出邊咧，好多時你去借庫嘅時間，附近一啲嘅衣紙鋪咧都話俾你知還庫還幾多，咁佢就會同你冧好晒一個特定嘅數目，咁咧誠心參拜就自然好噶啦。
所以如果像我们身在外地的话，也可以找一些人去幫我們代辦這個拜拜，然後去借庫。可以嘅，可以嘅。通常嚟講咧，有時有啲朋友即係其實拜神都係有緣分啦。譬如如果你自己覺得我比較喜歡拜某一個菩薩，或者你同佢嗰個感覺接觸上，你覺得係比較舒服啲，咁你咪可以去拜翻呢個菩薩啦。咁同埋我哋話最緊要係心誠則靈，能夠自己去做嘅，親力親為去做嘅，咁可以嘅。但係有時有啲係地域上嘅限制啊，或者時間上嘅限制，你好想即刻去做咗先，咁然後你拜託人去做，咁喺嗰個過程入邊最好就係有個聯通啦。我自己覺得係，因為而家科技唔同咗啦，咁但係亦都要記得盡量就係話就算做完之後有啲咩要記得要還神啦，或者自己親自再到一趟啦，咁都係可以嘅。所以最好是自己親自去，但是如果實在是很忙，或者是不在這個地方，又有和這個菩薩又有心靈相通的感覺的話，對，就也可以去尋求幫助。謝謝玲玲師傅。提大家嚟緊嘅正月26子時，即係新曆3月13晚11點，就是觀音一年一度開庫嘅時間。如果你都想祈求新一年財運順利、生活安穩，有時間就記住親自去借庫啦。如果你因為距離或者種種原因，暫時未能夠親身參拜，亦唔需要覺得遺憾。你可以透過 scan 呢個 QR code 喺表格入邊寫清楚姓名、出生日期同埋願望，我哋會有專人跟足流程參拜，甚至還神都誠心代你完成。完成儀式之後，亦都會將你借到嘅庫錢同埋開光飾物寄到你屋企，確保你即使遠在海外，同樣能夠得到觀音保佑。新一年招財進寶，順風順水。記得訂閱我哋世界最靈同埋儲存呢一條影片。如果你有咩玄學問題都想知，可以留 comment 俾我哋，下條影片隨時解答你嘅疑問。